国民党团要杀总统大选用无在籍的投票，包括增加境外投票、甲同性投票等等。民进党团是跳出来批评讲，这国民党团就是为着中国的介选，甲提供门路，互咱台湾人伫中国无法度靠家己的意志来投票。也那民众党团是认为讲，咱会当先来推动移转投票，也就是讲，互民众会当伫读册也是上班的所在来投票。也毋过，即马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，目前拢无相关的规划。不在籍投票期的发讲，国民党立委提出的版本，纳入总统大选，包括增加境外投票、同性投票，甲行政院版本限定伫全国性公投，甲移转投票，两方面有落差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在日表示，一定要确保投票的公正性。行政院对公职选举目前无不在籍投票的规定。对于公职选举的这一些办法我们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规划。如果呢要做不在籍投票，我们需要在选务的加强，以及呢如何达成选举的秘密性，而且正确性跟公平性都需要来研议。针对南亚立委提出境外投票，可能包括中国，防即期为中国介选开大门。民进党团批评，台湾若伫中国境内设立投开票所，也是采取同性投票，中共会当以相关国安法律检查邮件投票，恐惊害咱国民众陷入危险，防法办。我们的国人在中国投票，如果被中国法办了，怎么保护国人的安全？然后在武警荷枪实弹的监视之下进行投票，这种投票是自由民主的投票吗？民进党团认为，咱国民众伫中国无法度按照家己的意志来投票，国民党提案版本是危险佮危险。也毋过，国民党一卡心也反驳，佮反抗民进党抹红。不管是海外的部分，或是境内的部分的不在籍投票，都没有任何人提到说非得在中国大陆设投票所不可。但是呢，民进党却讲得好像国民党只在中国大陆设投票所。我们台湾民众党讲的叫做，我们希望能够尊重所有国民的参政权。那在不在籍投票在没有形成国内共识之前，现在比较有共识的是所谓的移转投票。另外，民众党团也支持不在籍投票，也跟黄珊珊强调，目前国内无形成共识，现阶段先推动移转投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